阿妹，阿勇，唔看你阿推，係會去超級市場係冇？係啊，我要去買菜，我每基本嘢要進來，我要做澎湃嘅料理。哦，跟你有想好會做乜嘅料理冇？我還冇想好，我可能會做老肉，我要去買豬肉同豆油。哦，糖豆呀，還有人水就搭啲呢。係啊，我要當好食老肉。錯誒。nhà mới hay mấy chín hao sức bảo修啊？錯，佢當好食保守。我咩當好保修嘅米絲哦？韓國啊，我去買條嘅刺嘅長菜，你做得食到卡空天。哦，冇唔錯啦。人講哦，三日唔識強，行路偏從強。長菜哦，真緊當重要，跟愛買嘅長菜。我愛買條嘅泡菜，紅嘅蘿蔔咧，玻璃菜，韓國買條嘅蔥頭。哦，跟有想愛用呀托馬多嚟做料理冇？有，我只上煮托馬多炒來，一煲嘅啲嘅做托馬多煮卵湯。哦，托馬多煮卵湯。哦，少少嘅淋起來，天初凍蠻久哦。係啊，韓國我行去買條嘅麵放落去。我摸應該會中意。嘅唔掉嘅安全哦，天速動澎湃。冇唔錯，其實簡單嘅料理就做得食到動歡喜。錯啦，也簡單嘅料理哦，就做得食到佢簡單嘅米絲。係啊，韓國俺不也愛做雞卵糕。雞卵糕哦，給人做得啲蛋糕啊，加入果子，天速會凍醬哦。哦，聽起來唔會差呢。係啊，下一擺我做下豆豆嘅，阿勇咪做得來食。佢就等來招嗌了。冇問題，有下嘅時間來我卡哥加料食甜掉。好，佢就期待你嘅雞卵糕。冇問題。佢時間咪差唔多咧，我要去上班咧。哦，好，先嚟去，好，嚟了。